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我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，咱常在伫解文说理节目中咧探讨，囡仔歌就是要骗互囡仔好记，互伊学晓生活中看到万项事物，这项名词安怎讲，迄项名词安怎讲。日本时代有一个文人李宪章先生编一本《台湾民间文学集》，内底记载真侪囡仔歌，国情今日出一条，内容真趣味。你甲听看卖，咱互相来研究甲探讨。见面讲一个做事的真累堆，惊热满脏水，整纸也归堆，种番薯收当归，插甘蔗收落腿，做3年事，好业甲袂得落楼梯。吼，敢若听到有够含的，啊愈含囡仔才愈会记的哩，啊无囡仔。拢来爱看迄个网架，因为迄个飞天转地，真正用人落去翕，都无才条翕会出来嘛。迄叫做幻想的故事嘛。这个故事嘛，共款讲一个做事的真累堆，做事的伫农业社会，敢若一种头路，毋是打厂卖菜，做事的就是咧讲农民，咧讲做田做园的人。啊，真累堆这句话，台日大书典、日本时代书典都有解说，就是讲这个人。方袂讲的真固执，铁起当家做，啊伊安怎样呢？惊热的时阵满脏水，脏水是落雨天古早雨衫，啥物热人才来满脏水？啊伊吼种番薯，讲会收成收当归，哦，当归较贵呢。插甘蔗，讲会收卡落的落腿。台湾话真艺术，阁真有路，番薯用过种的，甘蔗用过插的。总讲啦，这无可能发生的代志嘛，除非就是讲人咧讲人啦，所以种白啊收菜瓜，迄无可能嘛。这个人做3年事，好业甲袂得落楼梯，啊毋补家呢，规身躯安尼肥腾腾。总讲啦，咱就是要教囡仔了解讲番薯，了解讲当归，了解讲甘蔗，了解讲落腿，才有法度编这个囡仔歌，互囡仔安尼好记好念。互安尼囡仔规定囡仔安尼伫咧佚佗，大家话甲呢大细声的时阵，念过了就感觉这个景真趣味。这就是囡仔歌的用途，这就是传统农村社会流传到即阵，咱安尼回想起来，台湾话嘛真艺术的古道。